他还是长不大的哈，然后给他培育，还要拨草还要给他环境。辅导工作是开弥勒家园一通高光的基础，将道场营造成有家的温馨感觉，弥勒家园、弥勒眷属的展现。然后我们福建话我要感受人家过来什么咯？下面手亲，本他手亲为什么最亲？吃饭的最亲所以有时候呢，我们要请他用餐，给他吃饭，跟他聊天，请他分享他的修办精神，也是很重要的后来这里有刮胡一个婚礼主持也是会觉得一个很不错的东西，你知道吗？或许去参加那个有的宗教的那个结婚典礼，他们那种庄严很感人的。我们道场可不可以也用这个结婚礼的？可以用什么？用什么？用什么为基础？用什么？孝道。我们给掌声鼓励一下，很好。对，就是你要用孝道，拜祖先，向父母磕头，拥抱父母，父母的交代，父母的叮咛，我们的回馈，这个过程，这个婚礼的主持就会非常感动跟庄严好，再来呢，辅导工作是一种爱心、慈心、耐心、细心的考验。好，再来，强将手下如弱兵吗？是吗？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有真的是吗？